烏雞湯點一燉最有營養，關鍵唔響多放藥材，而響咧選材搭配同火候呢3點。首先咧選雞好講究，一定咧要選1年以上嘅老烏雞乸，表皮烏黑，腳仔咧細短。呢種雞咧脂肪少，蛋白質高，係補氣血嘅優質底料。跟住咧搭配經典補氣血組合係咧當歸3到5克，黃芪10克，紅棗5粒，枸杞8克。當歸活血，黃芪補氣，紅棗養血，枸杞滋陰。4樣嘢咧協同，效果更加好。但係注意體質偏熱、容易上火嘅人咧，當歸同黃芪咧要減量。然後咧將所有啲根莖類嘅藥材同烏雞一齊咧落鑊加粥滾水，猛火燒滾之後咧即刻轉小火，保持咧湯面咧微微滾嘅狀態，慢慢熬佢1半到2個鐘。紅棗同枸杞一定要最尾30分鐘再放，防止高溫咧破壞咗活性成分。飲嗰陣時記得湯肉同食，70%嘅蛋白質同鐵咧其實咧都喺雞肉入邊，大家學識未啊？